定期在马来西亚的那一宗少年刺死学姐案，其实反映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父母缺少对孩子的关注。越来越多的父母其实把教育孩子这件事情 outsource 了出去，变成了学校的责任、保姆的责任或者网络的责任。父母往往会认为说，我要更努力的赚钱来养育我的孩子，所以让他们都没有时间来去好好的陪伴孩子，却忽略了孩子想要的并不是金银财宝，还是不在乎我们住的大房子还是小房子，大车子小车子。比起各种各样的玩具，最好的玩具是父母；比起各个地方的风景，最好的风景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。养育孩子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。当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时候，别忘了对孩子最好的就是爸爸妈妈在不在。